泛民嘅選委候選人去到鰂魚涌拉票，呼籲選民踴躍投票，希望取得150個選委席位，提名泛民代表角逐特首。周月祥報導。團結民主心，團結民主心，共創真普選，共創真普選。一眾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同已經宣布參選特首嘅馮檢基同何俊仁到場，為泛民嘅資訊科技界及會計界選委候選人打氣。泛民喺呢兩個界別一共派出29人參選，佢哋話由於選民分散，主力會用電話催票，希望谷高投票率。泛民有信心最終攞到150席，俾民主派人士入場競逐特首。當然今次嘅選情係比以往激烈嘅同埋複雜嘅，因為以往呢都係兩大陣營嘅票啦。咁今次係多咗啲係話自己中立啊、扮民主派啊，咁令到個影響就多咗同埋複雜咗。咁呢就係亦都因為建制派本身自己都競爭激烈，佢兩個雙英都要自己搶票呢，咁導致可能有部分都搶埋我哋啲票都唔定。今次大家知道個壓力係好大嘅，咁但係只要支持民主派嘅選民呢，出嚟集中選票。大家記住，我哋需要一種聲音進入今次嘅選舉，懷住今次嘅呢個咁嘅理念出嚟投票呢，我哋相信我哋會夠票。對於外界指建制派有2個人宣布參選特首選舉已經有競爭，民主黨嘅李柱銘反駁指，泛民代表入到閘先至係真正嘅競爭。建制派打建制派呢，有好多議題就唔會提出嚟㗎啦，即係你又唔會問我，我又唔會問你。6-4就最明顯一個啦，大家都失分嘅，何邊呢？係咪？咁所以民主啊，幾時落實呢啲冚唪唥啲大題目，佢哋都唔會提嘅，同埋嗰啲官商勾結嗰啲嘢，大地產霸權，新界啲人咁大晒咁樣係咪？咁即係咁惡嘅，當然好多新界好人嚟㗎，但係你睇下而家嗰啲當權者好得人驚㗎嘛，咁呢啲題目佢哋唔會講㗎嘛。李柱銘話喺上屆嘅特首選舉，泛民嘅梁家傑成功爭取到入場券，挑戰曾蔭權，喺電視辯論上迫使對手喺敏感議題上表態。NOW 寬頻電視記者周月祥報導。